渐渐过去，春风又柳开啼。泥头暖暖，河水清清，容呀未满天碧。山芒大表四天刚润，地飞银线脱离。祈求天公慈心保佑，风俗平安顺心。谁来啊？倒水啊？阿爸啲冇砍喎，你冇睇啊？我攞用公花，你做乜唔插我啊？你用飞有人讲潮汕花，你講黑花啦，唔係潮汕花。哈？他唔識。哎呀，嗯？你喊什麼？會啊，我鬧呀。我實哭啦，心就冇用啦。關阿媽嘅事情啊！我嚟啦，放卡做乜㗎？阿知要翻去樓上時嗰個，你係唔記啊？好啦。看媽雞啊，我等阿哥啦。我在吃啊。我聽你吃的。公所伊個專業青菜怪嘛，喺治療，你看過啊？唔係哪怪嘅？係啲，我幫你啲。應該好用啊！我聽到同床欠公義，我想你冇看啊？你們經歷生活嘅下裝有寄蟲豚，人哋聽，你們去磨下，磨了退水。唔知道，我一下講一樣離題嘅。沒啦，經歷生還有青島西做得做啊。我先去同床吃飯啊。很謝謝。小姐，小姐，阿爸有交代啊，讲你今日啊用心来机密啊，大事收好对啊，听到无？好係啲啦。小舅，你嚟注意下，聽得出來。你講，我見嚟。我去同床，幾片欠公義。為咗咩欠咩啊？聽咗先梗然開人嘅啦，來做咩所呀？一米所唔係阿太哥做主嘅。唔係啦，做咩所阿爸命嘅啦。
前哥，先吃用款啦，迄做唔得，买杯酒。好啊，你有本事已經無認咗，香港真嘅做唔得，睇咗兩唔夠。係啊。啊，哪来啊？走，點解啦？我結婚了，進來先。我叫嚟啦。為什麼？冇問題啊，買很多的。啲男用買咩廣播動到粗手那邊。問你看唔曉得，係自從要考農，冇做喺度。買啲啦，我得出一間年。你看了了做誰？這是怎麼回事？你來呀！你好，來啊！姐，我已經畢業啦，誰來沒？行啦，你過來，姐姐多下樣。好。不得，來公所，該人工啊，公所就帶買米料去廣告啊，我去看一下，搞本呀。好啦，點啊？有。快呀！小退了吧？你櫃台多下伊啊！佢愛用做電腦，佢櫃台多下伊要切電啊，做唔得安用啊！冇關係啊，佢唔係調試嘅，請來爭就好啊。請來爭，咁簡單啊！食材哦，會不會開死啦？係來爭啊！唔得想嘅啊！請來爭就好啊，宋前哥。文書記，開過來。老問題滴滴路。你的需要這麼大？啊，呢度係快嘅啦，而且我都最近冇賺。你不上了呀？因為咯，那啥，啲老味，我以前自己做。馬啥推啊？你再講，你考人家嗰個嘢啦。應該。記住。你要用字呀，用來講我切台啊！啊！你講我到底欠唔到乜嘅？你都一撒老我的機台沒發現，一撒又讓人家吐笑，到底咩意思？講啊！阿志聰。我也無招運氣啦，啊，人家咧要地，我哪法度啦？即馬外口的人攏是咱帶去的，講咱對不起尷尬，啊講啥物咱唔知影通感恩啊，叫乖乖啊就放。我嘛想講哦，看阮加趁一寡錢，以後互你生活較好過。我知影啦，啊，毋過即馬外口的人甲咱講啊較歹聽，啊，咱是要安怎做人？加
加趁遐个钱，啊，敢有效？这手机摕啦，以后带我通用。用的啦，有啦无？有啦，阮先给莫大无？阮先呢，也几张嘢就无理顺嘞。无理顺，给用做电哦，给涨个呢？恁涨个要几多钱？算过啦，差无几多。唔得，唔得。怎讲？也是回本唔对的。也是回本唔对的。纯情讲冇用啦，我又唔要调试嘅。啊，这么啥啦？物件创歹要卖哦？你当咱做二两的哦？纯情讲，纯情讲。哎，啊你要做啊？哎呀，是嘞啦，是嘞啦，这个辣椒哥哥啊，我是要搁坐安怎啦？生意做啊安尼，规歹做啊啦！啊，吨米啊，天价拢无够啊，搁想要罚款。打钱当卖去倒位啦？啊，米拢有收走，哪有通好卖啦？这政府真正是我阿爸的啦。啊，你日子是要安过咧？你讲。陈金高，陈金高，顺利啊？冇讲呢，咱唔识骗。呢度快條同黨營互相摁到啊！还有，我问我阿爸，其他人迄饲卡疼等阿爸去北京进秘书的，唔去去带去的。今次邮差，唔着按样的就做得。阿表兄，别生气啦吼，来，啉茶啦。啊，我哪有啥物好通生气的啦？规定吼，这个月银行的利息吼，恁家己拿了。阿表兄，啊咱之前毋是讲好势啊，啊利息钱你会处理，那即马变做是阮要去拿。你是咧讲什么笑话啊？搬客去的钱我出，银行的利息啊我处理，公家生意有人爱做哟。啊，归去啦，我来找恁丈人爸，规定恁丈人爸吼是名义上的头家啦。我看伊安讲。毋通安尼啦，阿表兄，迄利息钱要处理嘛是你家己讲的。啊，即马讲迄拢无效啦。规定吼，阮行的利息若拿袂出来吼，等人来查封啦。啊，敢有别条路通行啊？有啊，看你袂无？当然嘛要啊，啊你讲啦。足简单，假期若修理好紧加米，我会伫个半暝4点半的时阵吼，趁长山警察还搁伫困的时阵，叫人来载，你开门我再走路啊。啊，你是要再去讨牌啦？啊，你真正要载？唉，莫问啊济啦，紧修理假期较要紧啦，吼。
你还记从嘞？見下都冇行，有冇錢進來？當面就3個半夜，真係啱冇行啊！佢喺正幾台人，原本一聽說賬號，聽講一定做生意啊。好啦，食飽嘛？好嘛？乾脆啲做下，其實啦。嗯。阿姊，你喺從前講嘅啊？咩東西啊？董外公，有人把本從前嗰套本用咧，唔過點可以叫做快踢咧？而哪有嚟賠啊？我很唔衰啊！我原本意思都冇啊！你係怎想辦法好？我先輸起來，總唔能對阿爸跟你講。啲啦。講乜嘅？冇啊。你看，乜嘅東西？一金子哪來？係從前講嘅啊。所以冇嚟啦，聽講係做些。人金子出大誒，有安鬆嘅啦。那日迄陣進來講錢，唔講，安樣個啥？都是咁講啦，唉。做唔得啦，放起來啦。辦法唔係水聽嘛？我想看個金子有什麼？難保我有心嗎？怎好考慮啊？我先講哦，考慮聽哦。你拜託啊咧，鬼暗部，一下講南陽，一下講擺腳，你還要講金子順啊唔順？冇生，你啷咋？嚇，落去當店，係咪今天遐順啊唔順？當然啦。當然可以啊！哎呀，比行腰來咧！同情，同情，王法姐，你做嘛？開花色啊！唔是啦。我要換上上班啦，唔聊聊啊！錯啊！幾台真好嗎？真好誒！自從打到就困了。為本鳥要開，係鳥要開的。我討厭人賣，個金子喺度，但冇靠咩咩人。希望係翁用嘅鬆啊！討厭人賣嘅啦。唔會，講嘅。
老家啊！阿兄，你创啥？阿太姑，几多点嘞？你阿当就去坐哦。爸，大汉无啊，鸡腿这样炸好啊，那没有成功，当转来啦。阿太姑，从前的事用诶。从前个事情哦，也无想要去赔钱啦。迄讲，伊正经想要转来做哦，也无意见啦。这山方的水本人团体，乡亲都老多按点方抢人去做嘅，阿南北嘅米也无在你点方整，大家对佢十分唔谅解。唉，从前有那个集团没快脱，做生意就算了钱，俺赔起啦。但係乡亲嘅感情係賠唔起哦，大哥。一點有想過收起來無？阿爸，迄俺用某枪物的人用有見過世面啊，佢港中嘅事情沒有奈唔好。佢你喺港中呢，你喺港中又幾辛苦啦。但是在某上吼，俺个生人呢，韓國按用個身法，俺下生人就可以兩件點的，但是家個事情，但是家咩啦，你先走啊。谁叫你单调啊？害我下晡请教还考试。好啦，你莫念啦，紧找啦。啊是去倒位找？啊是要安怎找啦？就找啦，安怎找？找着算我的哦。好啦，哦，你若遮细细念哈。好啊，你讲的吼。哎呀，我找着啊！来，欢迎。喂。摕来啦！你拄仔讲找着算我的啊？哎呦，较紧的啦，欢迎啦！喂。大哥。好好，小白，食饼啦。好，走。我先来啊。好，走。阿伯兄，啊，即摆还卖遮多钱，你到底是啥买？我若甲你讲送买吼，你就唔敢收啊啦。金山的米哦，比金仔较好价。阿伯兄，这互你啦，吼，今仔我留咧，算做是家下天仔的损失啦，吼。啊，你哪还故意啦？好。老囡仔无咧代志，放弃啦！真的，你说，别生气啊！老囡仔无咧代志，放弃啦！真的，你说，别生气啊！啊，要收生意嘛，小爱惜自一个。我就咧奇怪，我去收米的时阵，我连半斗米都无，我拢卖互别人啊。生意
是人做呀。啊，阮后山的米拢你买，啊，前山的米敢甲你用卖尔？你讲得对，这个生意就干到我台北州会用去做。你叫是前山的米，叫是遐好，是安怎来？就凭恁这庄稼上啊，想要插一口？我这个囡仔想要食啥？进来啊！收家我遐兄弟拢甲留来。要闹人哦，背负我啦！拢甲来！谁过来？前厝的伊拢去互抓起来呀！啊？来啦，看啥？就是因啦。你若是爱报警，先去甲我传三副棺柴。平平拢出来佚佗的，代志爱安怎处理，你应该知影。你鬼暗无毛转，还是等于出事情。莎莎去报警啦！做唔得啦，报警我来机场。那个事情。你要去从不鲁嘛做去的。哈？喊错的，起来！你用我不去做去，讲清楚。其實唔俾藝條攞米買到食譜，唱其他成語啊！唔敢攞米買到食譜，佢犯法的呢。你講緊唔飛咩？用武飛講清楚就好個啊！佢條係上嘅錢咯。唔可以講啊！其實喺台北來嘅，我拜託台北朋友攞其他講。應該冇問題啊！莎莎係啊，係啊，係啊！你去。快点！兄弟，啥时兄弟？今仔摕个金棒人啊！哎呦！真唱秋，卖去跳人手啦！你今晚做要做生意，还是要小吧？今仔咧，甲咱放开。啊，亲像你这种人才吼，老一个庄脚拍算，归去啦，来台北缀我佚佗。小拄会着啊？等你。行。你先等去啊。唔知。文德，该金条。阿志聪，对要考试，我这个讲一件事情啊，真是你做唔得讲。哎，对啦，该挨过去点方改变看一下，看东西有不用打咱条毛。点方无用呀，郑医生讲，给了你无卡定。这是你，这是你，你怎么该是你了？怎么是你？怎么该是你？怎么该是你？文珠，嫌伊拢困睡，病院太细，
给你买到配威是犯法的，你弄啥啊？还条条按你说。爸，无啦，无个事情啦，改条无买面买到配威去啦，你误会啦。误会，给你用我帮你做去，这是做马嘅生意做多啊，然后个鲁曼夹空针。正经的啦，这条人问得台北嘅朋友。阿爸，事情就结结了，我保证没问题啊。保证没问题啊！给你都冇买到票位啊！好啦，签时就相信你用啥。你迄边拿金条救你？你老师弄的吗？冇睇你啊！阿姐，阿姐，我听田叔讲，其实台北来想煮一边沙酒嘅。你边啥酒？阿咩唔掂啊！是本來成年人，我唔驚就唔驚睇咧。佢用警察變嚟蠻耐操，可是我因為見到出事情。你哪睇你啊？我睇你啊！改條，見到錯嘅事情，我水唔睇。見到冇啊，我行卡水唔睇。我同阿爸講啊，我喺具體無談，之前過嚟等佢嚟吼。真困難啦！我還有見秘書啦，只要平常時間內，應該都唔會反應。好。好呀。这个唔对啦，莫想问来了。台北都是你给的，快坐。冇啦，佢哋乱讲的啦。高啊！我知道，要不然他们怎么放人啊？快讲！跟还有阿彪呀，跟你都有问题了。阿彪谁？叫我名字，快坐。啊！小心。唔是急啦，下來就好啦。你睇無頭天望空喎？有咩唔掂啊？唔係昆陽之後先講。你講嘢就真睇無頭。滚蛋！不桃子，你衝哪去？你以後不走，命就冇睇啦。冇命？又還冇命了？唔要命到那麼個事情啊！命，又還冇命了？唔要命到那麼個事情啊！叫自從喺檢條喺銅山政府嘅。啊？檢條？銅山政府嘅檢條？唔要咩有銅山政府嘅檢條？我啲睇我頭一時。家先悶悶了啦，呢事情真是當嚴重，根本冇命呢，先想辦法俾佢睇無糖啦。算睇無糖，哪有可能？你一解放滿大都會變呢，哪也起唔得。做咩？
遐尼对上峰动手啊？系啊，怎会系？阮在出事情的，你想要拜托你。哈？阿爸妹，你是小啦？你是松啊？不能再去啊！爸，不要认真医啊！真呀！真哦。唉，有票子，是啥行业？好，莫讲的啦。像阿公婆保佑，奶奶平安周转来。缺啲条钱，开刀诶！你有没有对亚安送了？寒暑嘅时间，上阿妹，我就会走来上风，因为佢系山天人。不过阿妹弟，佢早就过身诶，哪有可能请到佢？鸦片下山后行送山难，还有3000岁，唔讲最好。到诶！食饭啦，做得冇？吃到呀，比太阳堂较好。后摆，我就会去嘉义山里，已经做了诶，上岸诶，好多呀。我去吃到老妹，一枪顶来上边。唔对我啲呀，空气少啊。不过我嗰种感觉，我一摆呢个 TV 喺度。阿爸未按到聲呢，唔落可能來啊！唔怕，下啲我留嚟做盤。咪我喺攞唔做盤啊！你清好皮膚啊，清楚唔弄嚟，日日要好啊！唔好亂講嘅呀！我都要喎，我識得下同事。沒事啦，我會關在去嘅。小條，唔使成日來。有冇關事就不會來啊！貴婦條，碰碰鼻，鼻到奶，超愛啲。再去没收？是。报告，没有。去没看看？是。想什么？想造反？不想活了？哼！你哪里有上？把苏哥起来创啥？你是毋是搁出代志啊？
我你讲，你出啥物代志，跟我无地带。啊，毋过你袂晓接近我山地人的所在，你若害着我，我就要你死！啊！啊，你今日哪早回啊？阿爸，啊，你一个面仔青顺顺啊？拄仔去阿伯因兜，看到足侪警察的。是毋是去抓阮着？是啊，啊，有叫抓去无？无啦，阮弟早就藏起来啊。你哪知影藏起来？我过来阿伯遐看一下。你要创啊啦？你去过南洋呢？啊，即摆在长山边哦，迄个黄义甲呢？分袂清你日本兵啊、台湾兵啦。啊，到时若甲你当做日本兵抓起来，要安那哈？爸，你是咧讲啥话啦？我讲台湾话啦，我讲啥话？反正你袂去啊，免咧出代志。这是送一本本的事。妞又倒转来，我无原因走的。看啊，叫你用送翻去上方本本的事，无送去，两路来被饿死的啊！这有什么办法啦？你试试。你差几多钱啊？啊？一差2球。我讲没有用，我会太突然的。唔怕，慢慢算。迄几个啦，俗着的啊。无办法啦。好啦，今日再看啦。所以讲找袂到你，就是带问题去你山顶哦。阿兄，我拜托你袂用甲别人讲，伊伫咧山顶哦。知啦，你安尼讲好。尤其袂当互阿爸知影。会使知影啥？爸，你躺在床顶，没电话。这是个问题出来。阿爸，你快点啦！爸，真正唔知我见笑呢哈？迄唔像伊啊，迄名啥你爸，你都出来去山顶的。迄人也唔知影，是我给你创啥的？敢甲爱做人，咱哪把面做人笑？好啦，爸。呀！好啦，你昨天买哪进来啊？去啦！小头，本来阮爸子爱来，不过有严重的牙破卡，礼拜通啊送东西不是说，东渡几号，唔敢敢说。你冇靠用了冇？啊！
有松用诶。无啦，煮菜的时间朋友谈到，唔怕啦，唔计加生。喂，佛条，我人向下看到也好冇？乜解啊？无啦，有咩事冇？迄有较淡啊，如果肚皮诶，乜开始好食。俺老表演啊辣椒诶，你食了到最后，是不是情绪冇安全啊？嗯。唔敢讲诶，不正经诶。你讲乜解啊？我系劝下兄弟啊。江小头，青天白日都出来了哈，我看就差个满地红啊！站住！你们干什么？老师，江华，我爸被抓去台北了，你可不可以救救他？这位是警备总部的长官，白老师。云南最近调一批军饷，你知道吗？我现在马上去台北，到台北之后，一切要听我的吩咐。你的用马干你，本人看到被告发了。老师，我阿爸可以救吗？那个，你有咩安尼啊？我拜托你救伊啊！敢那你有法度救伊？阿妹啊！阿爸。什么点乜嘢啊？从前唔免影響埋啊！阿爸，来先。重新。你跳晒了一下钟，开始就唱给佛帕雷，跳那么十大巴，用出太的帕萨内，食材麻木搭台，菜好配要強下來，以後把膠水，你下個馬來強下掉鬧嘢，數行那裡mặc住條線亮臉落肚，你跳樣扮辣，對愛強又無法吐。